米884肌肉挑戰100種運動第一集巴西柔術，我哋今日邀請咗一位冠軍級嘅師姐嚟同我哋隻抽，就睇下到底係絕對嘅身高同力量可以獲勝，定係冠軍級嘅技術可以獲勝。Let's go！ 請問你幾高幾重啊158，51kg。我188，85kg，我哋相差差唔多30cm，30kg。咁我哋今日規則好簡單，就係3分鐘之內，你令到我投案呢，就你贏。如果我捱到3分鐘，就我贏。準備好未 OK。Let's go。Brian， 嚟訪問下你，你陣間呢一 round 會有啲咩策略呢？我嘅策略就係唔需要策略，因為我 bench press 一邊已經可以推到50kg啦，所以3分鐘輕輕鬆鬆，唔使講咁多，一定贏。Round 1 Fight！今だ、ミカサ。冇劇本我屌！我仲諗住我要扮下嘢喎。唔好意思，原來頭先語氣重咗。技術真係好緊要㗎，我建議女仔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學巴西柔術嚟防身。高30cm、30kg 都贏唔到。OK， 我決定呢，我要有一個覆卓之戰。如果下邊 comment 多過20個呢，我就再打多場。冇規則、冇限時，正式隻抽。出去直抽啊！講咩？